一個晨曦透過茂密嘅樹木灑落喺森林遍地，鳥鴃飛過綠樹，落喺一根長滿青苔原木上面。今日森林來咗一位熊貓煲，佢正沐浴喺明媚陽光下。鴃睇到咗佢最好朋友煲，高興咁拍打住翅膀飛向煲。歡快鳴叫聲引起煲注意，佢抬頭望從遠處飛來鴃。煲問鴃：你今日心情感覺點樣？鴃高興咁話：今日森林空氣真好，天氣唔錯。煲低頭睇住 BI 話：我哋去河對岸行下啦。鴃點頭表示同意。從今以後，佢將有一個新嘅夥伴。佢哋知道每一次冒險都係獨自進行嘅，無法同任何人分享。佢哋分享以前去過冒險嘅好多地方。B 分享話：我長大之後就開始獨自冒險。煲話：我母親早逝，臨終前佢話呢個世界真係好美好。煲同 B 非常高興，佢哋交到咗一個新朋友，一齊創造新嘅回憶。今日早晨，柔和嘅自然光透過橡樹葉灑咗落嚟。巨大空心橡樹幹裏裝滿珍寶、發光石頭同小木雕。鴃喺樹洞入口樹枝上，好奇抬頭望向嗰棵大樹。煲喺空蕩蕩嘅入口旁，沉思咁凝視住空心樹幹。松鼠老頭坐喺一個擺放住小紙卷同橡實木台。松鼠老頭俾 B 同煲講咗琥珀果嘅傳說。鴃同煲坐喺樹洞入邊，認真咁聽住松鼠爺爺講嘢。一粒小巧精緻黃色橡子瞓喺空心樹幹木架上。松鼠舉起小卷子，露出一幅古老嘅琥珀果實圖畫。鴃嘅翅膀緊緊咁摺疊喺身上，好奇嘅眼睛睇住卷軸。卷軸上精美嘅琥珀圖案，周圍環繞住古老嘅文字。眼睛煲盯住卷軸，佢若有所思咁點咗點頭。空心樹幹擺滿咗珍寶同卷軸，整齊咁排列喺木架上。松鼠爺爺指住話：孩子們，呢個就係琥珀果嘅傳說。鴃同煲交換咗一個堅定眼神，準備迎接新冒險挑戰。新冒險開始啦！今日朝早，鴃同煲走過一片草地。鴃同煲被五彩斑斕嘅碧藍色蝴蝶翅膀環繞住。煲同鴃話：我哋應該查清楚確切嘅路線。鴃話：煲，前面有一群鹿。鴃同煲望向嗰片草地。群鹿亦都驚訝咁睇住 BI 同煲。鴃同煲興奮咁揮手，煲亦揮手回應：大家好。小鹿話：你哋好，朋友們。佢繼續講道：你哋兩個要去邊度？煲話：係嘅，我哋正喺度尋找通往神聖嘅國領湖嘅路。蝴蝶們認真咁聽住煲講述佢嘅冒險經歷。煲話：你知道邊度能夠揾到傳說琥珀果咩？小鹿話：我亦聽過呢個傳說，你哋應該走向東南方。森林蠕蟲話：我亦都從另一邊聽講咗呢件事。鴃同煲講：十分多謝你哋嘅指路意見。鴃同煲向綿延起伏嘅雄偉山脈東南方走去。煲環顧四周，似乎有啲恐高，話呢個地方唔好走。鴃拍打住翅膀話：煲，小心爬，你就能過去。煲嘅腳觸碰到岩壁，話：不過呢個比睇起嚟要難得多。一塊巨石落入山溝，碎石四處飛濺。煲爬咗上去，鴃話：煲，唔好驚，繼續前進。煲爬下懸崖一步，鴃停喺煲手上面話：係啦，慢慢嚟。突然，懸崖斷裂成好多塊，碎片四處飛濺。煲環顧四周話：我哋得趕緊翻過呢懸崖。鴃話：冇錯，我哋快速前進就能夠越過懸崖。煲再次環顧四周嘅懸崖，喊道：準備。
行啦，煲講住，加快速度爬咗上懸崖。煲喺懸崖邊休息，對 Bai 話真係太累啦。B 揮手回應，煲爬之前先休息一陣。Bai 望住遠方話，煲上面景色真美，真寧靜。Bai 同煲高興咁一齊嗌道：我哋成功啦！ B 娃同埋煲面前係一條水流湍急、清澈湛藍河流。煲觀察水流湍急，Bai 喺煲身邊緊張咁撲扇着翅膀。煲說：我哋可以利用呢棵島樹過河。煲試圖將島樹移到適當嘅位置，以便倒向對岸。Bai 話：我哋揾啲森林裏朋友幫手。煲講：唔使啦。煲指向島樹呢邊，對 Bai 話：我終於搭橋成功啦。Bai 對煲話：我哋終於都過咗呢一條急流河道啦。